好，来开始。好，雄厚那度那讲，好嘿，了解。油头夹面，嘿是，原来油头夹面会安尼形容嘿，凶巴巴的人，凶恶的人好。哦，毋是油哦，头夹面，油头甲面毋是上黑的人诶，系啊，我印象中头唔是啊，油啊，毋过头甲面凶好，是嘿，你讲即个人就愁容悲哀嘛。满面，系啊愁容系啊，满面，是啊，嘿，我对即个词的理解嘛是安尼。是，嘿，嘿，啊，毋过即个故事，即个向前后文诶，讲着向好即个人，是讲向好即个人伊咧骂人啊。家家切齿，家家切齿啊，吼，嘿啊，家家切油齿就头甲面正常家啊。家切齿，你敢袂记伫头前迄段迄一段，抑是三段，你讲向好即个人，伊都是个系啊，伊就歹的个对啦，系啊，足歹足生气啊。嘿，啊，形容伊即摆就用油头甲面来讲即个足生气的人，就是真特别，真特殊的用法。嗯，系啊，家家切齿就会使理解啊，嘿，就是较正常，较常常较看，嘿。较常看到。好，我看好，觅下继续继续。油头甲面，嘿啊，我看我都查着，敢真正有即个特别用法。我无连油头都做无。哦，嗯，诶，哦，油头甲面，我开始第一声嗯，无咧。哦，无，系啊，我遮嘛是找无，我看觅。油头甲面，嘛是找无。这个咦？嘛无咧。系啊，那有可能。甲面，为什么会安哦，尼？甲面，若甲面来测看有无？嗯，我拄则用甲面来找嘛是无。要找台语敢若嘛无找着，足奇怪。哦，出来，有呢，出来去讲台语好，词典有收呢，油好，头油头甲面。油面，油头甲面。啊，拄则为虾米？哦，我来看觅。油头甲面结果查无，结果系啊，看我来试看觅另外一个查的方式。油头甲面系啊，拢是草莓区里迄款的解说。嘿，OK，嗯，系啊，伊甲用伫遮，欢乐，嗯，好，哦，有，嘿。有你是讲你甲迄个，你你会使嘿，试看觅迄个青号吼，头前迄个海粉去掉，嘿，就用青号就好。哦对了，，OK，嘿，安尼就有啊。好，好，所以拢是讲即个拢是烦所在，恼的面容，吼，哎呀，毋是讲生气，毋讲嗯，毋知影为虾米册会安尼写。好，好，先继续吼。嘿，大家切齿，大大豆大豆并蹦叫。嘿，好，一样啊，都也是无出声，也无叮当，嘿，软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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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头深骨两头青骨，深骨，所以讲即个所在土毋免变调。两头青骨应该是变啦，就是分开好，听有，嘿，分开，好，软土深骨，煞
花，煞花，什么花水山？花水山是什么意思？花水山，看无，毋我知敢若听过火烧山。毋知即个好好，啥物。先继续来看看觅。煞火水山，就讲恁世人毋免伤悬，那伤悬啦，真心啊，真心啊，你毋免红，红了会什么？会入地，红了会入地。好，毋免红，红了会入地。两价两价较悬，两价较悬，中一若爱才来输赢咧。哦，上尾迄句看有啊，迄个中间迄纸拢看无，你毋免红，红是啥物意思？我嘛看无咧。毋免红，红敢是讲摇摆？我毋捌听过即个讲法，毋免红。毋知呢。好，系啊，伊讲红敢若有一个有势力、景气真好诶意思。啊，毋过好来看红即个意思。你毋免红。hello， 伊敢有拄则敢有听着我讲话？有啊，我听着嘿。好。好，所以后一句你毋免红了会入地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煞火水山，这啥物意思？我都看无。啥物叫做煞火水山？毋知影。因声调应该是对啊，煞火水山。啥物意思？煞火。安尼就知着诶。无。煞火。煞火水山。无。嘿啊，我知有意思啊，但是看无。看无，完全拢看无。两头青骨理解啦吼。你就知完全理解嘿。水山。嘿。煞火两头青骨，我来看觅。火当然咱知影意思吼，应该就是嘿啊，就是火嘿是。山应该就是 mountain。这两字。对。等下吼，咱来看，哎呀，火敢还有其他字？因为伊这是轻无共。OK， 煞火可能是。嘿。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火。另外一个火。就是我看嘛是
有可能是一个，哦，会嘿，哦，这个会啊，迄个嘿，刷会。啊，线就是结束，哦，好嘿，好哦哦，了解散伙迄款的意思，华记歹势歹势，讲散伙迄款。哦是线，毋是 SOAH，所以是线会变成是继续的线，毋是咧结束的线。哦哦，是诶，是，因迄继续，声调对我来讲是相款的，我读袂出。哦是嗯，刷，嘿，连刷，嘿，是连线，毋是即个结束的线。因为我即个两个声调我一直都分袂出来吼。啊，哦所以伊是若是写线，第三写应该是继续啦吼。线哦，会小山，哦好好，线会诶，水山，所以说，诶，哦，诶，所以拄则我，若是，嘿，你讲，诶，拄则我就是 Google 有找到一个有汉字版本的嘿，版本的出师线，伊的安尼这应该是 汉字。fire，嘿，嘿，是啊，迄个 fire 啊，迄个线是迄个像 继续，break，迄个毋是伊个线的汉字是写迄个煞着啥物人迄个线，哦，线会嘿嘿，啊，迄个啊，毋水山。过线是迄个线袂对，啊，毋过水就无汉字，水是用但是用白话字 SOE，毋知影迄个水是啥物意思？水第一水声吼，话水敢有啥物意思？水就是敢若菜水啊，水头毛，水头水毛，水温，嗯，这是另外一个手腕嘿。啊，水。是，啊，煞会水山，嗯毋知呢，我毋捌听过呢。嗯，煞会水山，那用汉软土字来深骨，查，而且伊是做伫软土深骨迄句话的后壁，所以讲两句话应该有啥物关系才对。嗯，水，水小山，嗯，迄山地甲无煞会水山。系啊，唉，水还是山，用着，还是安怎？伊这种手写的，系啊，嗯，好，歹势，咱继好，续别别别，就讲，好好，恁四年毋免伤悬，嗯毋免伤悬，嗯，这只个悬什么意思？咱相关，到底是你讲啦？我嗯。敢若会记得讲，伊这是算敢若迄个老悬敢是就是有迄个权力，迄个就是你的名，迄个权，嗯啊，毋过毋免想要有权的意思，敢是安尼？毋免想权，嗯，我看，诶，Hello，对，是好好好，我搁咧查，毋过是查，哎呀，毋是介清楚即个意思，我伫看之前，嗯到底是你讲啥发生啥物代志？你就是啥？嗯。嗯。
恁世人毋免伤悬啦。嗯，一般悬都是当然是另外一种是，嘿，就是土吼，嗯，爱土，啊，另外土，就是这个悬，就是哦，嘿，真溜真悬嘛吼。嘿，诶，那会敢若收即个悬尔？嘿啊，我印象中嘛有另外迄个对哦，顶悬迄个悬，是哦，即边就收一堆啊，但是咱会无迄个悬。嗯，嘿啊，诶，为什么无有顶？悬？嘿啊，你想的迄个悬，敢是顶悬的悬？对啊对啊，嘿，我要讲迄个悬，结果拢无收。不奇怪，为什么无？对啊，就是即个悬，当然，伊汉字写安尼，伊嗯，写第二点是悬的啦，收即个音啦，悬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悬，嘿，哦但是哦哦哦，但是嘛有想讲悬啊，嘿啊，我毋捌听过悬即个音，顶哦，悬，嘿，这是在对一所悬，在就哦，较是，悬。对啊，所以讲你毋免伤悬嗯啦。嗯，到底是对一个悬，我嘛毋知。真哇，即段实在太歹读诶，毋知嘿啊嘿，你听。真生啊，你毋免红了嗯会愈这是嗯，一下啥？我咪，红已经毋知影意思，啥物叫愈滴咧嘿啊，？LUH 敢有即个字啊？嘛无啊，真是的。对，揣无，路路路，我汉字是写啥物？对啊，汉字版有写，字嘛毋知啊，你嘛毋知无汉字，啊？系啊，汉字版的迄啥物，毋免伤悬的悬是对。伊个悬，伊是写顶悬的悬，对啊，系啊，毋免想，就是想啥物，你毋免想悬，是嗯，毋免想，毋是想吼。买啥物的意思？对，想买，即声想，敢是想要爬悬的意思？想要爬你较毋免悬想悬。悬的，真生啊，你毋免红是啥嗯，物？红汉字就是红，红色的红记记，红了所以讲迄会愈个红系啊，红了的陆地，迄个地陆毋知，地都毋知我啊，拢毋知影意思。OK，系啊，红两了无？嘿，两价较悬，即个两价我嘛毋知，两价较悬，嗯。中次中次啊这是啥物件？伫迄个第二点我找着一个陆地，啊，毋过迄个陆是修 TLUT 第四声，陆地 哈？TL 什么？TLUT 哦，LUT，嘿，伊是 T 结尾，嘿，陆地伊讲就是像迄个果子也是花会落来的意思，落落来。哦，所以讲伊的呃，红，敢是讲是伊果子也是花，伊上红就会对，落伫解涂释对啊，骹安尼。安尼解嘿嘿嘿。释就对啊。只是讲这个发音，这是律地，还啊，是是啊，律地的所以发音就讲想有差。要敢是腔口差，也是写毋着，也是毋知律啥物原地因。啊，应该是就是想上我感觉律地较嘿，对啦吼，因为律这里就是这个意思。系啊，嗯嗯，好，哦，系啊，上红的绿地，诶，好，律贼律头毛，嘅，嗯水袂律，拐仔嗯头落去，嗯会得放开袂得
两律关终结。律先嗯，律先啊，阮发音已经可能走出来，拢讲律先，就是律先什么意思？律先就是搓迄个啦，搓你身上的迄个哦，了解了解，污垢，你 skin 系啊，skin 顶悬的迄款，叫做律先，陪悬吼，迄个垃圾物件。迄叫做律先。啊，律龟门你知嘛？吼，就是抬龟的时阵，甲龟用烧水烫哦，烫来，律龟门，甲是，龟门烫伊律的，掉吼。嘿，是，啊，律土豆膜，你知影？嘿，土豆就是花生土豆膜，花生有一层膜嘛，吼，啊，甲律掉，哦，是，叫做律土豆膜，吼。哦，好，啊好，我讲这个律，你当会感觉到什么意思？拢是这个意思。有迄个，有，就是你听你讲迄歌嘿，嘞，啊，所以安尼，就是我有啥感物讲，这个有啊，律，生活中有定定，伊是有定定咧听着迄个律即个讲嘿，法，啊，所以即个这个律嗯，地，我是感觉用这个 LUT 是较对啦，吼。嘿啊，律地，较有迄个感觉，嘿，啊，律地是讲是甲地落落来，吼。啊，是，你若讲用这个律字，都无连如迄个拢无意思，查无意思啊，揣无意思，轻薄讲节，吼，都无，就较无这个意思啊，律。嘿，好，啊，好，所以这句话安尼我知影意思啦，吼。恁四年毋免想悬啦，真心啊，你毋免红吼，红了会律地，这安尼我就知影意思吼。你毋免想，你毋免红了会律地，就是你若想囂摆等下算等下就无好下场啊，下场会无好啦吼。啊，两价较悬中指，拄则我有查这中指啦吼，中指即么在中指应该讲查中，是就是厝顶的嘿对，栋梁，毋知影要安怎嘿中指吼，厝顶的牛。嘿，诶，牛，但是中指应厝顶该是的牛，迄支才对啊，中，迄支牛，嘿，系啊，毋知影为虾米伊会大牛啦，硬，嘿，嘿，大大牛，牛嘿，是，啊，两价较悬中指，嗯，两价系啊，拄则我揣计也是见，但两你会敢是见即个音？伊讲是起厝的虾米款的哦，虾米器具，我看卖，啊毋就毋知影为虾米即个物件会比中指较悬。哦，这是见，嗯，哦，见，见，嗯嗯，诶，伊有汉字，呃毋知为虾米两价较悬嗯中指，系啊，拄较毋知意思。嗯，我看到有若爱食，见啊，爱食来输赢咧。嗯，好，后壁即句看有若是要来就来输赢，嘿，两价较悬中指。哦，这个上好食啊，讲话安尼讲甲
但是可毋知惜影敢是毋知嘿啊，影毋知影敢是迄个时代的，原来讲迄个时代的流氓化，也是啥物毋知画迄款的，嘿啊，嘿嘿，好，咱搁继续读啦吼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哦，好来，但是这段就是读无，毋知你讲啥。上好哪记哪拄哪答哪讲，由头甲面，家个切齿。大道并蹦跳，易容啊，易容啊，倒也是无出声，也无叮当，嘿，两头深骨，煞火西山，就讲恁四年毋免伤悬啦，先生啊，你毋免红，红了会愈低，两价较悬中志，两价较悬中志，若爱才来输赢咧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嘿，那讲秋秋那碧，OK，秋必求迄个必碧求秋嘿，必求就是是啥物？卷衣袖，哦，好，嘿，秋就是即个我记起来。衣袖吼，秋哦，好，秋我记一个哦，嘿好，哦，原来是即个，嘿，好，秋所以讲为虾米用笔就是有卷起来迄款的动作吼，必求吼，迄个必求就是笔。使用伫遮尔。哦，有即个嘿动作，伊嘛有例句讲是必扣卡，嘿对，但是我即嘛一时仔想无，即个比例除了用伫遮，个用伫啥物所在？敢若无啊，敢若用伫即位尔吼，卷起来吼，对，必讲起来，靠骹必求是，必扭这什么意思？我都毋知啊。来看觅必扭，必扭，必，必扭，伊嘛讲是干扭啥物，嘛是把家是干扭即个物件卷起来的物件，毋嘿，系啊，迄个物件是啥物？二つお手まくる、お手まくる，就是ふた是啥物？二つ是两个啦吼。嘿，啊，干两个啥物？必扭就是我毋知呢。我地嘛，干两个卷起来，两个啥物卷起来？必扭，来看吹台语讲无？看遮有白中英法 PIH 扭 NIU 无系啊，必扭，这是扭感对，这是呢，这是读册啊，这个声调符号我嘛看无。两，这是应该是必两才对啊。必两系啊，诶，必两 NG
第七声。变两变做是即个比的两。哦，毋对，毋是即个意思，但是无别个意思啊，无想别个意思。变两。变两。我看卖即个解说若用日文解说敢看出来。变两。Japanese。它。二つを。二つ折って巻く。也是咁，其实伊就是讲将两个物件，无论毋管是啥物物件，拢比起来的意思。二つを摕物件拢收收咧，比起来收收。系啊。手まくる。手まくる。我袂晓，我只好用波波模仿。42。是啊，拢安怎看，拢是两个物件意思，两个。OK 好。啥物物件？好啦，这无重要。好，继续。上重要是即字行来用即种情形哦，闭裤骹、闭手即两个。是，好，继续吼。好，那讲手那闭，真心咧想，我看觅，真心咧想，一个人即个人。即个人有备办武力，备办武力解决的款式。了解。不论款式解决的款式。不论你有还是无，科学新学中有即号劳力。即号劳力。了解。好啦，出来你爱出在是出在你爱考试乱战。考试乱战。好，出在你爱考试乱战，还是武力殴打。好，我决断无控。无抵抗主义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无抵抗决断无抵抗主义。好，
林里热你喵晓喵是，也是热你喵是，迄个你毋知影敢爱变调。人力热你藐视，热你标示，所以讲你爱变调。嘿，好，无你热，应该是你，伊迄是第八声，反正我看不太出来，还是第四声。你看起来是第八声。他写的他啦，热你藐视哈，人哦，力热你热安怎？你标示喵示，你句你好，知影意思无？人力热你藐视。我是知影热喵示的意思，啊，对对对，有热哎，对对喵，对，嘿，我就是甲你看做大家去风波，打地起大风地哦，波，大地去风波了解迄个大地是啥物？打地应该就是一平地起风波嘛，但是这大个打地是平地地迄个嘿，大打地嘿，干地地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诶，打地就是一敢若咱般，进前啥物时阵嘿，有看过大地即个字，即个词，大地，唔知敢有哈哈哈，嘿，大地打有可地就是能是无好，大地，地敢是无这个所在，无这个数哦，打地咧，大地哦，有可能是诶，是首大嘛毋地，是呢，啊无，嗯那无这个意思，无这个数。嗯，毋过有知影应该是大亏的大哦，嘿，应该是迄个嗯大堆，这是 TJ 嗯499，499，哎呀，嗯哼哼，我等下嘿，咱一篇读书一撮，等下我小一本字典互你看，好啊好啊， 499吼，嗯499大地共意思嗯吼。嗯，对啊，伊就是迄个干迄个的地面。伊有两个意思啦。第一个是干的地面，第二个是陆地。所以哦，是是，就是即个第二个意思，陆地嘛，陆地好，就是一般了解，土地、陆地用陆地起风波嘛，嗯，是，好，大队起风波，的确，应，哦，应半句，是了解，好，主要有一这段，部分是嗯，可笑神学中有一号老列，嘿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新学校啊，新学校竟然有这款代志，也是有这款人，实在是真可笑，OK，嘿。你来介绍我听。系啊，就是较符合咱现代人讲的话。好，来我甲读一遍来，若讲手毋若比，真心在想，即个人有备办武力解决的款式，嗯不论你有还是无，可惜神学中有即号老热。好啦，出在你爱考舌乱箭，这考舌乱箭是啥意思？我都看不介有，啊是好嘿，啊是武力后等，我决断无抵抗主义，任你偌尼藐视，我就是甲你看做大地起风波，的确嗯，应半句中这只讲好啦，出在你爱口舌乱箭，口舌乱就是考试，就是考试不喙的意思，华语的口舌乱真就是黑白骂人，敢是这个意思？口舌，系啊，黑白讲话，好，黑第八白骂人。声，
考试乱节，对，嘿，干好方法考试。嗯，好，哦对，考试是变改哈，嗯，考试乱节，考试里边，嗯，哦，所以出在你爱考试乱节，还是嗯，努力熬打熬打，嘿，熬大是啥物意思？熬大，在呢熬打诶，这敢是第二声熬大，熬，熬打，嘿，嗯，熬打。熬大，伊讲就是殴打，哦，OK，拍对了，拍，好，OK，熬蛋，熬大，只能说熬 OK，大，嗯，好，好，安尼，我，继续后一段吼，诶，后一段，你诶，嘛7点嘛，咱读到遮哦，啊，已经，哦好，哦，咱来，跟我读个喂，一好好好本吼，好我，OK，stop share，诶好， ，stop share，啊，不要喏，stop call，嗯，诶，post record